为着要提升过路人过车路的安全，高雄市的交通局伫凤山的过美路甲过永路这路口试办行人过分段过车路。交通局表示讲，这路口大车真多，边仔有够少，透过青红灯的时间差甲避雨灯的设计要互学生囡仔上下课愈安全。 车顶一道顺着斑马线行到中的行人庇护岛，等待第二段的车顶道，才阁继续向前行。凤山过美路甲过永路这个路口是伫800快速道路桥卡，是高雄第一个行人分段过车路的设计。因为这车辆多，速度够紧，原本的斑马线是画伫外面，附近学校的囡仔会烦恼过车路的安全。经过地方环境交通局重新设计，改造2段式过车路，这个月测备完工。在中央分隔岛设置行人庇护空间。 最后再由交通局调整交通号志，并导入行人分段穿越时相，一气呵成的来提升行人安全，尤其是步行速度较慢的年长者，可以分段比较轻松的来穿越路口。 交通局表示，这款设计适合路口较宽、车流量较侪所在。头一摆来试办，因要精设指示的标志，避免民众三无长。李长讲，拄开始需要适应，伊嘛拜托学校来到宣导。虽然安全性有提升，不过因为桥墩挡伫遐会砸到赛车的视线，因此也希望来往的车辆爱甲速度放慢。提醒这个驾驶人在转弯的时候速度要减慢，还是要注意到行人。另外，行人在走的时候虽然说是绿灯。 但是也要注意到这个车辆的这个行驶，避免有任何危安的产生。因为高雄已经走向超高龄社会，交通局强调，这款2段式的过路设计，会当互老大人轻松过车路，唔免看到车红灯就哭撞。如果试办的效果袂歹，未来也扩大推广。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